没有哎，就是特别专注在比赛，所以对胜任之后再说吧。啊？还没，目前还没有。对啊。透露前2个愿望给我们达到。透露一个好了，希望中华队这一次可以再赢个几场比赛这样。针对明天的比赛，准备的接下来比赛都准备的很 OK 啦，对啊，今天就是练习嘛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因为昨天有搭飞机，所以今天又特别去跑步，然后让自己身体热开，然后准备好接下来比赛。是今天要先发的。大差不多吧。有上去踩一下那个球场的足球球。其实我在周围绕一下，然后就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视觉上的那些周边的，就是球场周边的。就这个球场，这个还蛮不错的，对啊。跟台湾的这个感觉比起来，因为它这是人工草皮嘛，所以应该打出去有隔离球应该都会很强劲，所以应该我们手背应该很坚强 ，OK 的，对。一直都是可以比赛的状态，然后虽然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还是有提早去准备。啊？就是落枕。教练不是有讲吗？对啊。这边应该是第2次来了嘛？对。那这里球场，因为他们这个风其实风势蛮强的。嗯。那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可是今天差蛮多的啦，就是风是跟天气其实差蛮多的。然后如果明天像这样，我觉得天气的状况会蛮舒服。风也没有，其实没有什么风，今天是完全没有。比较冷哈。今天也还好，在外面，现在这边比较凉，可是在外面比较舒服了。声音的是很冷啊，声音的是很冷。对，很冷，因为我们想说比中午应该也还好，但是还是真的非常非常。那洪总说对你很拍摄，3场比赛没让你上，你自己怎么想的？谢谢总教练。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拍摄，本来就是想要赢球嘛。那可能最后一场教练想要找机会让我下，那自己刚好在那一天的赛前有一点点不舒服。但是我觉得前2场没有下，是因为他们2个的表现是真的表现得很好，然后自己可能是剩下的唯一的野手，也会教练的考量也会怕有一些意外还是什么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，这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。